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嘅頻道。今日繼續同大家跟進大埔宏福苑嘅大火事件。聽證會尋日19號開咗第一日，爆出嚟嘅內幕簡直離晒大譜。成件事唔單止係承建商嘅問題，連政府部門嘅巡查都兒戲到一個點。聽證會焦點落喺項目承建商宏業建築身上，其中一個關鍵證人係負責搭棚嘅二判盈利豐棚業嘅負責人陳耀輝。佢喺庭上爆出一段驚人對話。事源喺2025年7月，超強颱風韋柏襲港之後，宏福苑外牆嘅棚網損毀得好嚴重。正常嚟講，補救一定要用返符合安全標準嘅阻燃棚網，但係宏業嘅董事何建業竟然叫陳耀輝去買另一種平嘢。售價平一半，每張只係54蚊嘅非阻燃棚網。陳耀輝當時都知唔妥，即時解釋話用非阻燃網好有問題。你估何建業點答？佢話叫你訂就訂，唔使講咁多，訂阻燃網都得，我唔會找數俾你。聽到未？我唔會找數俾你，即係話為咗慳嗰每張46蚊嘅差價，佢不惜威脅二判要用唔安全嘅物料。陳耀輝話佢之後仲請示過宏業另一位董事侯華健，結果都係叫佢聽何建業話。結果咧，佢哋就分幾次訂咗總共4500張非阻燃棚網返嚟。但係成件事最精彩嘅部分仲未到，原來佢哋知道政府係會抽查架。負責巡查嘅房屋局獨立審查組喺舊年10月28號會嚟實地檢查。神奇嘅事發生喺巡查前一日，即係10月27號，宏業突然要求陳耀輝好急咁去訂115箱嘅阻燃棚網。陳耀輝聽命行事，而呢批貨好快就送到宏福苑。代表獨立委員會嘅資深大律師就推斷，呢批阻燃網肯定係用嚟換走有問題嘅非阻燃網，目的係咩？就係為咗通過測試。仲特登安裝喺棚架最容易被抽查到嘅棚腳位置，用嚟魚目混珠。結果真係成功騙過咗測試。講到呢度，你以為只係奸商可惡？錯啦，連負責巡查嘅部門都好似同佢哋夾晒 band 咁款。聽證會上揭露，房屋局獨立審查組嘅屋宇保養測量師劉嘉敏，竟然喺巡查前一日，即係10月27號朝早，用 WhatsApp 通知咗顧問公司鴻毅嘅負責人，話聽日會嚟了解新舊棚網的規格和阻燃能力。喂，大佬呀，你係獨立審查組突擊檢查至啱㗎嘛？點解會預先通水啊？你咁做咪即係同人講，喂，聽日我嚟睇嘢啦，你哋準備好未啊？咁嘅巡查仲有咩意思？同預約參觀有咩分別啊？由威脅用平價危險物料，到臨急買阻燃網過關，再配合埋廉署踢爆嘅偷龍轉鳳手法，最後仲有政府巡查人員疑似預先通水，成件事由承建商到二判，再牽涉到顧問公司同政府部門，成條監管鎖鏈每一個環節都斷裂，每一個都失效。為咗慳幾十蚊一張嘅成本，為咗貪一時嘅方便，佢哋將成棟大廈幾百戶居民嘅生命財產當成乜？當成賭注。結果呢，舊年11月嗰場5級大火燒足幾十個鐘，成個屋苑7幢樓陷入火海，最終奪走咗168條寶貴嘅生命。消防員何偉豪救人，最後因為現場混亂誤入火場，喺30樓被困，最終不幸墮樓殉職。呢條數點計？邊個孭得起？你話呢件事離唔離譜？失唔失望？168條人命換嚟嘅教訓，但願我哋唔會咁快忘記。大家又點睇呢單離譜事件？你認為邊個應該負最大責任？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睇法。如果鍾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 like，未訂閱嘅朋友記得訂閱一下，感謝各位嘅支持。